国民党的立委推动无在籍投票，包括总统大选，嘛会当用境外通信的方式来投票。不过，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就表示，咱的选举严重受到境外势力干涉，选制若要改革，就需要斟酌考虑。嘛希望无在籍投票会当先对公投来实施做参考，再个对大选来改制。国民党立委提案修法，推动选举不在籍投票，也就是免伫徛户口的县市投票，包括开放境外通信投票，引起民进党的反弹。这个是要让中国介入选举。民主国家的选举近年来受到境外势力介选的情形相当的严重，所以任何选制的改革呢，我们都希望能够做到尽善尽美，那同时要能够保持维护这个民主选举的核心价值。李进勇嘛表示，选举制度改革需要谨慎来考虑，希望先为对事的公投启动不在籍投票，而且以转移投票的方式来实施，加做选举不在籍投票的参考。不过，南洋立委批评讲，公投甲一般的选举同款重要，应该做一改完成。选举你不能够因为选制的一个改变，一下子冲击到选务，所以我们是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。你刚刚讲说选举跟公投重要性一样重要，可是你们在实务执行的时候，你们显然是把公投当成实验嘛？目前不在籍投票法的草案并无党团的版本，敢若有国民党立委王芳美提案的版本，主张以通信投票、特色投票所投票两种形态为主。有定是提出分阶段实施，先试全国性投票采转移投票，再个豆豆扩大到地方性投票。民众党团是分做短期、中期甲长期计划，加速推动不在籍投票。广泛的觉得，只要去过大陆就是抹红，所以把台商污名化。我认为我要奉劝民进党，千万不可。那至于说不在籍投票范围要实施多少，范围要实施的对象，那这个大家可以谈。既然投票是秘密行为的时候，他们要寄选票的时候，难道不会在中国的指导下投票吗？那你从不同地方全国各地送回来投票，公投要开票就不知道怎么样开票了。那已经发生暴动了，要这个通讯投票的话，海外投票的话，先去修宪再讲。李阳质疑讲，通信投票或者是境外投票技术条件真悬，伫选票运输的过程，较会产生弊端。投票的人嘛，较会受到投票地点的社会气氛、甲意识形态等等的影响。不在籍投票伫国会，嘛，佫是会引起朝野的交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